郭玲麗議員。多謝主席，本人感謝田北辰議員提出積極配合國家以至全球趨勢，研究進行中小學課程架構改革嘅原議案。喺議案入邊咧，特別提到咧，我哋係要檢視現時學科能否咧係適應未來人工智能嘅發展。而喺面對 AI 嘅時代咧，其實政府喺近來咧都做咗好多政策上面啦，同埋課程上面一啲嘅改革，包括咧其實喺財政資源緊絀下面啦，佢哋仍然係撥咧唔少嘅資源咧，係開拓我哋嘅 AI 教育。喺李家超特首上任嘅第一份施政報告入邊咧，已經明確提出要優化中小學嘅課程，特別咧係要投入更加多嘅創科學習嘅元素，包括咧係增設一啲嘅科技教育啦、AI 課題嘅相關嘅議題嘅課程。亦都咧將咧我哋之前講咗好耐啦 ，STEAM 咧亦都納入咗一個正規課程入邊啦。喺23-24年度咧，亦都推出咗初中人工智能嘅課程單元啦，而且咧亦都推動咗咧高小增潤編程教育嘅課程單元，內容咧涵蓋咗 AI 嘅基礎知識啦、倫理議題啦，同埋社會嘅影響等等。咁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哋就會睇到一個嘅問題啦。我哋係咪淨係喺初中入邊咧，我哋先至係擺咗入個正規課程咧？其實喺我以前教學嘅生涯入邊，我哋已經由小學開始咧，已經係投入緊我哋嘅資訊科技一啲嘅教育。咁我係咧小三嘅時候咧，已經係開始咧係教緊佢哋一啲 coding 嘅程式編寫嘅教育。咁其實會唔會喺未來配合我哋嘅發展，都需要咧係將我哋嘅人工編程嘅課程係要推展到去高小同埋初小入邊咧，都係成為一個嘅必修課咧。喺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嘅應用同埋 AI 嘅年代，過去咧有好多咧由人類執行嘅文書啦，或者創意啦、決策咧嘅工作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可能咧未來會被 AI 同埋機械人做一個取代。咁啊，但係而家喺現時嘅傳統嘅教育框架下面咧，雖然而家增加咗唔少嘅人工智能相關嘅認知課程啦，而喺課程入邊咧，其實都係咧係加強咗孩子基礎嘅概念啦，同埋咧相關 AI 軟件嘅應用，都係以咧 AI 應用為主嘅。咁但係喺現時傳統嘅教育體系入邊咧，我哋仍然都係以 DSE 課程為主導咧，去培養我哋嘅通才嘅學生，而社會咧普遍咧仍然咧係既有一個思維咧係以學歷嘅高低嚟被視為能力高低嘅憑證，亦都視為咧入職場嘅門檻。咁喺呢一啲嘅情況下面，我哋配合咗新科技形式嘅技能教育，導致冇辦法能夠培育我哋專才編才嘅學生，培育我哋真真正正咧可能有獨特能力或者有獨特佢哋個性化能力嘅一啲嘅學生咧，去適應或者係拔尖咧，成為我哋未來咧人工智能社會一個重要嘅棟梁。課程入邊培養人才非常重要，正如我頭先所講嘅，我哋嚟緊係咪應該要諗一諗成個課程嘅改革方向？我哋要加強着重培養我哋專才同埋編才嘅人才啦。喺過往嘅之前嘅財政預算案我都講到，而家現時我哋亦都已經培養唔少嘅尖子咧參加奧林匹克 IOI 嘅比賽，但係我哋就缺少咗進一步嘅拔尖嘅課程，就係我哋冇辦法咧喺香港咧見到有人工智能編程競賽嘅培訓班啦。咁喺呢一啲咧，其實就係未來我哋係能夠係培養出更加多喺 AI 嘅人才入邊，佢哋將人工智能嘅編寫。咁我哋係咪應該要重新檢視？除咗普遍嘅教學之外， AI 嘅拔尖嘅課程係咪都應該成為我哋一個考慮嘅因素，以備咧係幫我哋社會係培訓同埋儲備更加多 AI 嘅頂尖嘅人才咧？軟件係會變，技術會變，但係正如頭先好多議員都提到，我哋一啲嘅核心嘅能力係永遠係唔會變。面對 AI 嘅時代，我哋培育孩子啲乜嘢咧？我哋係咪應該要培育孩子更加多嘅解決問題嘅能力、邏輯思維嘅能力、創造嘅能力、識得問問題嘅能力，跟住仲要係識得同 AI 協作嘅能力，同埋自學嘅能力。喺呢啲嘅範疇入邊，而家我哋暫時係未有一個好有效嘅系統深入喺各科入邊。咁嚟緊，我哋係咪應該重新檢視翻呢啲嘅能力？我哋如何去培養呢？
教育始終係以人為本，面對 AI 時代，小修小補已經唔係一個合適嘅方法。我哋要整體去檢視，我哋要培育偏才同埋專才，我哋要拔尖課程，我哋究竟係要用師生比定班師比，我哋先至可以培育更加優質嘅學生，提供更優質教學呢？